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12月26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洪敏珍，先做快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新竹市今日宣布，将按下明年话所谓身份证的试办作业。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会搁再向内政部沟通说明，厘清彩色。明仔暗时拍算有120个人对伦敦飞回来台湾，指挥中心和桃园机场正全面应战，抵挡英国变种的新病毒。有餐饮业者伫咧打台湾地的票种了后，佮逼出有得卖进口的猪肉。明年正过分，若有打票种无使用国产猪肉的人，就会去罚款。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话所谓身份证这件代志。内政部资本规划讲，明年正月先伫咧新竹市试办，不过有民众惊资料会流出去。新竹市长林志坚今日宣布先按下，若行政院长苏贞昌讲会和内政部好好沟通。内政部长徐国玉也表示，会伫咧大家拢无疑虑的时，才过来处理。所谓身份证试办伫要上路过程确实真波折。内政部原先规划明年1月起，先伫新竹市试办，也毋过民众甲专家团体却反映真侪烦恼，所以新竹市2月尾发出声明表示，偏向暂缓试办。新竹市长林志坚日前宣布，徛伫市民权益保障甲治安第一考虑，决定要暂缓试办。我们一定会站在让民众都没有疑虑的前提之下了哈，否则现在市政府的态度，我们的决定就是暂缓来试办。有些人对治安有疑虑，我已经责成内政部，一定要好好的沟通，说明清楚，不必贸然推动。所谓身份证试办日期，即摆可能有变化，为要消除民众烦恼，内政部办理赏金拉人竞赛，对所谓身份证的晶片、涂卡程式甲设备，透过海考社军检验，强化治安防护能力。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也有到印制厂看卡片印制过程，非常的周密。东方政委是治安专家，大家会当相信。那我想唐凤是一个治安专家。唐凤大家都可以信任他，那他在这里也在那一天跟我一起直播了，也把一些相关的问题来向大家解释。那我们会在一步一步的在大家没有疑虑以后我们会继续的再来处理。东方办公室也回应表示，外界伫治安测试进前提出真侪疑虑。治安测试的目的，就是要找出问题，消除疑虑。治安测试需要做，即马既然新竹市的试办有产生变化，后手时程要按照重新安排，政策面也是爱看内政部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COVID-19 的疫情真也未冻点，即马伫咧英国，佮传出有变种的病毒，讲这传染的力头是搁较大，有未少国家已经禁止英国的游客入境，但台湾即马是还无这项规定。明仔暗时，华航就有一班对伦敦飞转来台湾的飞行机，拍算会有120个人入境。指挥中心和桃园机场正是全面应战，旅客一到位就爱行专用的入境通道，坐防疫专车去集中检疫所验病毒，等到14天检疫期满，搁再验第2摆，才搁自主健康管理。入来海关了后，无什么旅客看起来冷冷清清。桃园机场公司为着27暗时6点15分，华航要对伦敦载转来120名的旅客，拢真紧张，包含专属的通道、专人来引导。旅客入境了后，清洁消毒候机室甲相关动线，安排专属坐车所在甲6台防疫游览车。每一车大约载20人，采每回数载到集中检疫所。指挥中心是强调，旅客甲机组员一入境会全面来采检，多数会伫检疫所进行。第一波我们会采用，就是说进来就采，本来想说有症状采，但是顾及到整个这个病毒还是有一些未知的情况，那收集一下我们自己有的资料，对我们未来的防疫的计划一定会有所帮助。但是中讲，即阵显示英国变种的病毒传播力真强，无造成更加严重效果。安排住伫集中检疫所14天期满才采检，并且进行自主健康管理，能降低社区的传染风险，也对着后续疫情研究有帮助。你现在在报告出来说传播的速度快，那可能换句话在家里面，那可能在他的一个亲密的接触者在家里面就比较容易被传染到。相关的 CT 值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低一点。好，那换句话说，可以培养的可能性就高。那培养出来病毒，我们可以做相关的基因的定序。
随上台湾因应英国变境的变动，23开始有英国旅游史的拢爱集中检疫，所有入境的人必须检疫期晚进行采检。即阵已经有20多人对英国返来台湾住伫检疫所，对礼拜返来台湾的航班，也有了后返来过年的留学生，指挥中心讲，现行29处检疫处所，而且明年预计再增加6个所在，3250床可增到上最5000床。若是照顶礼拜为止的6成使用率来评估，量能有充足。记者综合报道。也那前一阵啊，中英航空的外籍机师去挖到新型冠状病毒，才去传予咱台湾的一位女性，引发惊吓。指挥中心正式请病院加强技术个案的通报和采检的作业，到达也无传出有新的病例。也那指挥中心今日是定调讲，这站航空公司集体烧毁案件应该是无造成社区传染。那台湾今日增加3个确诊个案，分别是菲律宾甲印尼籍的移工。个礼拜6个新增3名境外移入的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其中782甲783例是来自菲律宾的20多岁男性船员。这个月初来台工作，入境了后到防疫旅馆检疫，期望后采检确诊。另外784例是来自印尼的男性渔工，12月初10入境台湾，到防疫旅馆检疫期满，由中介安排专车去病院采检，第26确诊。3名新增的个案拢是无症状，未招头家。为了谨慎伫检疫完14天后的7天自主健康管理结束，搁自费采检一摆。但是要登船嘛哈，所以他们其他部分他们准备大概自主健康管理以后，那船东可能要安排他们的在自费采检，才会让他们上船。国际秋冬疫情又很严重，目前美国大约有100万人完成疫苗的注射。针对美国传染病专家表示，可能爱集体注射率来到90%，才会达到团体免疫效果。台湾感染科医师分析，这可能是较悲观的估计。集体免疫爱看所在国家的传染率，以台湾目前的防疫措施来看，估计注射率6到7%都有初步的效果。这个都是一种模式的推估，实际上不一定是完全符合现实。一般来讲，大部分的估计还是60%-70%的覆盖率，可能还是可以有效的阻断说大规模的社区感染。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说已经有了群体免疫之后，所有的人都可以不会得到新冠病毒的感染。另外，等于中型外籍技师调病地区出现本土个案，指挥中心发出技术卡了提醒，也要求医疗院所加强技术通报个案采检。指挥中心检视最近通报案例确实较侪，也毋过并无新增相关确诊者，估计传染并无扩大。也毋过针对外籍技师调病后稳定接触者，和台湾出现本土病例，了真大的社会成本。指挥中心已经在审视相关法条，不排除对外籍技师从严求偿。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英国变种的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即马是传去各国。法国卫生部就证实讲，有一个对英国回来的法国人，伊的身躯有去验到对英国来这种变种的病毒。伫咧日本，正也传出有5个这种变种病毒的新病例。也那伫咧南非也无法度走险，当地确诊个案是直升，即马已经有要挖100万人去挖到啊。南非首府约翰内斯堡的病院继续有真侪新确诊的病人，每天确诊差不多拢超过1万人。而且病人内底大部分是去挖到变种的新冠病毒501V2，让当地医疗体系面临真大压力。估计南非在当地27总确诊数会超过100万大关，有超过26000人过身。We thought we were at the end in October, early November, and so now this dark cloud is circling again. So, emotionally, it takes a lot out of the nursing staff. 南非疫情大爆发，造成在当地工作邻国新巴威移工纷纷准备走回来国内。不过边境的检疫程序上慢，已经有至少15人伫等待过程中死亡。而法国卫生部是在2号证实，一个19对英国回国的法国籍查甫人，而伊采检证实去挖到英国变种的新冠病毒 B.1.17。这阵包含丹麦、冰岛、意大利、澳洲、新加坡、以色列、日本2号也证实5名18到21对英国回国的日本民众确诊新病毒。必须首相出面发话，呼吁日本的民众新年假期莫互相来大家烧酒斗阵。国民の皆様には明日から年末年始はぜひご協力を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静かな年末年始を
お過ごしをいただきたい。马来西亚卫生部在25日证实，该国爆发第3波疫情，而且有85%的病例出现 A701V 的变异病毒株。即阵专家也无清楚这个突变有甚么影响，不过有大多数第3波感染的病例身上，拢检测出这个新的病毒株。马国卫生部推测 A701V 可能正做传染性更加强的优势病毒株。公司新闻经完庆编译。再来看美国，在美国田纳西州纳西威尔市，在亚旦节迄天发生有路亚车爆炸，一台停在市区路亚车顶头，先是传出爱居民赶紧撤离的广播，所以这个车顶头的炸弹怎爆炸？警方研判这是一站有人调工恶意规划阴谋，即马知影已经造成3个人受伤。不过个现场也佫发现去互炸弹炸甲脆糊糊的尸体，犯案的动机，即马警察也佫伫咧调查。大爆炸了后，纳西维尔市第2大岛附近的建筑窗仔门甲外壁全部拢破去碎去，树仔被拗断，涂骹也炸出一空真大空。黑富士街杯造成附近的车拢都会烧起来，当时至少有3个人被炸着伤送病院。警方伫爆炸所在发现几内尸体，初步认定是人类的。Right now, there's no known fatalities that we know of. So. Just the tissues is what you believe, that you found human tissue in the remains is what you believe. We believe. Could be, but to be for certain, we have to examine it. And once we know for sure, and then we'll let everyone know. But we're investigating. 这个汽车炸弹爆炸案发生在美国时间25圣诞节迄天透早6点。田纳西州首府也是美国乡村音乐之都的纳西维尔市第2大岛。警方原本接到报案讲，这个区域出现枪声，赶往现场了后，发现一台停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的办公室外口，一台白色的路亚车，继续用广播警告讲车顶有炸弹，要伫15分钟了爆炸，呼吁民众赶紧来撤离。警方随通知民众赶紧离开，伫防爆小组赶到位进前，车顶的炸弹已经爆炸。警方初步认定这是有无策划汽车炸弹案，犯案动机要调查。As of right now, initial evidence does show that the early morning explosion was a deliberate bomb being set off in our community. 爆炸造成 AT&T 的网络接线器受损，造成纳西维尔市的通讯服务受到阻碍。引导炸弹的白色路亚车，当地25透早点外8号监视器翕到。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介入调查，向国内恐怖活动方向来侦办。当地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宵禁，一直到12月30，包含川普甲拜登拢已经听取相关的简报。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甲镜头转转来国内，来看中科院昨伫咧屏东九平基地含台东发射火炮，因为讲这飞弹飞去天顶，飞甲非常悬，怎引起中国解放军的注意？因随派情报船来台东列岛东北方的海域。咱的讲军即马是强调讲，台海的状况则一切拢正常。学者就分析，解放军就是要得到咱天宫3型飞弹的信号。飞弹射出去，冲向天顶，伫暗时显得真明显。中科院25暗时8点，伫东海岸发射8弹，屏东九平基地是发射飞弹解炸落，又发射火炮，危险范围对九平向外海延伸，往北到花莲关外海，往东到兰屿外海，拢超过160公里。外界研判，真有可能是天宫3型精定型飞弹。中国情报船透早出现在台东列岛东北方海域，引发关注。周边的海空域的状况，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的作为，都有充分的掌握，目前状况都正常。国军强调，专程掌握台海周边的动态，即阵一切正常。不过，国防部发布的攻击动态，敢若会看到解放军侵略台湾行为更加猖狂。一只运飞技术侦察机25进入咱西南空域了后，转向东南，接近台东兰屿外海空域，一度离兰屿外海无到50公里。空军讲无回应外界猜测，会继续观察。专家分析，攻击甲情报船可能是因为飞弹试下来，加上卫星协作，想要收集天宫3电主信号。慢速的侦察机。通常是在我们西南空域，那如果到我们东部空域来，那是不是跟
媒体上所报道的是跟相关的这些活动有关。那我们目前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后续会持续的来观察。船上的雷达去追歼就是发射的物体，它飞行的路径还有高度。那太空中的卫星扮演的可能就是红外线，它飞行中就是微焰的热度，也可以描绘出从太空中往下看那个图像。IDF 是国人的骄傲，但党派会更骄傲。对解放军真明显继续对台湾施加压力，空军发布捍卫台海领空的主要战力，换上2000 F-16经国号战机执行任务。因看到驾驶员接到指令了后，赶紧升空，传达面对敌情威胁，国军有信心、有能力保家卫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拿宪林随着被退休啊，总统府前一阵仔是公布，伊的课会由即马现任的最高行政法院的庭长吴明宏来接。引发讨论，因为吴明宏正是总统蔡英文的标之夫。对这件代志，蔡英文今日出席活动的时是拢低调无回应。总统府表示，新任的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人选是司法院决定了后，遵照定数定报，总统表示尊重。对媒体追问标之夫吴明宏即要接任最高行政法院院长，总统蔡英文无想要讲。最高行政法院院长拿宪林要退休，会由现任最高行政法院庭长吴明宏接任院长，引发法界议论。因为吴明宏正是蔡总统标志林秘书翁婿。对此，总统府回应，司法院相关的人事任用必须爱资历、经历甲专业兼顾。而新任的最高行政法院院长人选，是司法院决定了后，依照庭书来听报，总统给予尊重。身为在台湾求学，也曾经在台湾教书的法律人，我对于能身处在愿意追求真理、捍卫价值的学界环境，能向学会许多令人敬佩的先进学习，真的感到很光荣。蔡总统2日受邀请出席法学会议会员大会，相关是法律人出身的蔡总统强调台湾的法律人努力来捍卫民主的价值，为此感觉光荣。不过对着内地进口，政府是不是做好准备？蔡总统无做回应。立法院进前举行表决大会，通过内地9项行政命令甲相关的法案，明年元旦正式实施。另外，纽西兰籍医师去为着新冠肺炎风波不断，别出催告报告日本交流协会。李国安会秘书长顾立勇70多号伫遮，甲日本驻台代表款入台食饭，引起各界关心。烦恼总统府真侪防疫的破口。是由疫情指挥中心来做指挥啊。如果他觉得疫调的结果需要我做任何的配合，我想我都会愿意做配合。顾立勇表示，家己状况良好，即阵无因为疫情风险接到指挥中心通知。不过，伊强调，若是指挥中心需要伊配合相关的防疫政策，伊会全力来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前一阵杀出台湾猪的标种了后，即马却传出有知名的连锁店的餐饮业者，伫咧打出这张台湾猪标种了后，佫有伫咧卖进口的猪肉。即马业者已经先把这猪肉拢落价。农委会表示，台湾猪的标种这个月开始就会互店家来打，明年正月初1，若是有大标种，结果无使用国产猪的人，就会去罚款。在12月底前，我们全部都是试办，所以只要是业者在1月1号，那他只要是贴了台湾猪的标章，他的猪肉跟猪肉的主要的可食部位跟主原料都全部要是国产。那如果没有国产的话，那被农委会查到，我们会依据卫福部的标示不实，处罚4万到400万。即阵台湾已经有1万多间的业者申請台灣豬的標種，明年正月開始，無論是打農委會的台灣豬標種，或者是衛福部的台灣豬的大紙，店家攏要愛全面使用國產豬肉。農委會每年也會逐工公布豬肉進口的數量，抑個國內台豬的數量，或者豬肉流向會使更加透明。
再来看台北市劳动局表示，最近有不少民众打电话讲，请到失去联络的这移工，这也反映出头家为着要省钱，也是等无工，无听正常的申请管道，造成违法的现象。劳动团体即马就讲，这个情形也显示头家的心态，袂使一定爱改变，袂使抱着俗个断腕的心态。活接抗好，杀轮椅背中背出去拍日头，时代有人看过会使讲真幸福，毋过嘛有人拄着问题。最近台北市劳动局就连续接到民众电话，讲伫病院摕到名片，讲会使请到合法的看护工，落尾所发现拢是无合格的。市府表示，经过调查，有真侪病人家属因为临时需要，煞来相信一寡不肖业者，无经过合法的管道，且活一看护，结果真侪根本毋是新移民的女性，也是留学生的身份，头家想要偷食步，煞颠倒来违法。因为我们一般民众，如果你家里面需要请的看护工，就经由合法的程序，他可能要一些相关的一些巴氏量表那些东西，这跟这个会不太一样。在台湾合法工作外国人就只有这2种情况可以雇佣。有些外国人都会讲说啊，我是嫁来台湾的外国人，所以他可以工作。其实这个有时候他们会被骗。市府讲，要避免踏到违法线，上重要就是爱查证。毋过，这种头家贪俗、找无活一看护，阁毋愿加开钱请本土看护，讲贵反映的嘛是关系用假薪水的问题。基本上，移工的逻辑就是使用廉价的劳动力。现在来源国要求我们必须要承担雇主雇用的这样成本。或者是因为这一波的疫情而导致移动的成本或者雇用的成本增加，我们都应该要深刻的回过头来检讨。劳动团体点出，过去头家想要俗搁断腕的观念就要改变，若无直找无工，违法请人的情形，敢若会愈来愈多。记者丁雅文、林小凯台北报道。再来看白色恐怖时期，轰送去绿岛新生训导处劳动的政治犯，上最是捌有要外2000人。绿岛的居民是拢叫这的政治犯新生，捌和新生接触过的人，拢肯定因对当地农业、医疗、教学等等地方建设的贡献。但这也展现在威权时代，政治犯带予人希望，也有正面影响的迄一面。穿过年的衫裤头毛厝的人拢会甲咱抹油，就是去新生训导处内面，好而且其中内面有一个翕相馆。咱这个新生内面，因有这方面的专长的人，所以咧专门来教咱翕这个亲家婚。摕这张小学到5年，差不多60多年前，新生体翕全家福的相片。陈辉宏讲，真甲想想咧，也感觉真大心。伊讲，当地人伫咧白色恐怖时期，拢称呼这政治犯叫新生，对因一点仔都无气愤，伊阁捌去互新生教过。因暑假的时阵会来教咱补习，尾啊，我大汉起来了后，我甲看，迄个博洋回忆录吼。其实是一个足有名的作家嘛，博洋。过去就住伫咧新生训导处边啊，厝内开柑仔店的王菜来头阿嬷，也讲起和新生做买卖趣味心色的代志。因咧割草落来哦，拢会离爱休困，拢会交尾去遐边。起码是迄新生票哦。新生票我袂当用啊，阮就问遐边仔赢，可不可以帮我们换啊？讲好你袂用，你新生票摕来换，我会当甲你换。伫咧火烧岛做新生的政治犯，其实对当地有袂少贡献。不管是伫咧改善土卖品质、提升种植的技术，或者是替人看病、提升对外科的医疗服务，也阁有伫咧学校替当地囡仔上课补习，就连开路新生都拢有出着力。新生训导处伫咧1970年，因为业务变少，改做台湾警备总部绿岛地区警备指挥部，正式行入历史。
伊起码是拢出到转去啊啦，到尾期才民国才96、97年，因每一年人前遐拢有办活动嘛，来因拢会来嘛，有时伊就住台湾民宿遮。新生伫咧火烧岛15年的时间，对当地付出，和当地人做伙创造的基地，也呈现为关时代去红肃北的使命，也有美丽光彩的迄一面。记者民警谢桂林台东报道。明仔天气变化啥款，咱就会来去看各地气象资料。在咧北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2度；中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5度；在咧南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7度；在咧东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再来，伫咧金门、澎湖、马祖，温度上低15度，上悬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暗新闻，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